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6日夜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特殊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今下晡4点外，伫宜兰苏花公路发生一台游览车弄山壁意外，造成30多人受伤，也有5个人死无性命现象。伫欧洲民众注重 AZ 疫苗所发生血管塌掉的，已经有13个国家暂停使用。为福报也讲无直接的证据，通好来证明讲 AZ 疫苗会影响到心血管疾病。伫新北市有一位妇人人伤过大哭，说因为无法度喘气，想要看医生，说是爱出动消防警员，甲伊对5老尾降落来。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一条交通意外消息。今下晡4点外，伫宜兰的苏花公路115公里的所在，发生一台游览车弄山壁意外，造成30多人受伤，也有5个人无性命现象。警消接到通报了后，随启动大量伤病患机制，把这患者分散到附近的病院治疗，事故原因等来调查。警消人员赶紧将患者送医急救，现场真一人轻重伤，伫路边等待救援。宜兰苏花公路115公里的所在，东澳段附近，16下晡4点半左右，传出一台游览车自动山壁，30多人受伤，5人无性命现象。游览车倒后边是这车祸上严重部分，车体严重变形，车壳破一个大坑。警消启动大量伤病患的机制，由封锁线抢救，车顶包含司机、领队甲推销人员，总共45人，目前分别送去苏澳英明病院、博爱病院、永泰附医、圣母病院来救治。第3摆哦，就无法度啊，变过啊，变个，拢喺山壁吼。但是拢喺山壁迄款。是讲迄无动啊无动吼。唔知咧。新北市新店区复兴里办理民活动，坐游览车到花莲佚佗，煞伫转来的途中拄到严重事故，乘客唔知影是毋是有打倒失灵。毋过，这次游览车前2弯就失控，伫第3弯道弄山壁，司机讲家己也摔出车外。虽然车辆没有发生倾覆，但第一时间有部分的人员因为撞山壁的关系，抛在整个公路上。那目前本局接获通报之后，总共动员救护车13部，收到11位病患其中有5位是属于重伤的，大概都有一些头部外伤，还有四肢的一个骨折，还有2位是中伤，中度。游览车的负责人也赶到现场处理，新北市长侯友宜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宜兰县长林志标，一定要全力抢救，事发原因要去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疫苗问题。伫欧洲近日传出讲，有民众注 AZ 疫苗了后，却出现血管塌掉的问题。目前有13个国家宣布暂停使用 AZ 疫苗。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是呼吁大家讲，唔免伤过惊吓，是因为无法度来证明讲，这个血管会塌掉是甲疫苗有关系。另外一方面，泰国、韩国、加拿大、澳洲一寡国家，拢是照本地规划要注 AZ 疫苗。欧洲小连续传出注 AZ 疫苗了后，造成血角闹出血案例，几个国家宣布暂停注 AZ 疫苗。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呼吁各国唔免伤过头惊吓，因为并无证据显示这个案例甲 AZ 疫苗有关联，建议各国会当继续注。There is no documented death that's been linked to a COVID vaccine. So I think that while we need to continue to be very closely monitoring this, we do not want people to panic. AZ 新冠疫苗是由英国甲瑞典合资的阿斯特捷利康药厂甲牛津大学共同研发的。欧盟药品管理局顶日来表示，欧洲有要500万人注 AZ 疫苗，其中有30例造成血角的事件。虽然目前并无证据显示是疫苗造成的，不过几个国家预防性暂停注 AZ 疫苗，要先等进一步报告的结果。目前已经暂停注 AZ 疫苗的国家有奥地利、丹麦、挪威、冰岛、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甲爱尔兰等等。因为欧洲以外有印尼、刚果民主共和国、甲委内瑞拉。Notificados, digamos que se salen del patrón común, casos poco frecuentes, son muy pocos, pero muy significativos, que han hecho que también España se sume al resto de países que han adoptado por esta suspensión cautelar temporal durante las próximas 2 semanas a la espera que la EMA y siguiendo, digamos, las pautas que nos diga el PRAC, el Comité de Evaluación de Riesgos en Farmacovigilancia. 不过，嘛有未少国家继续注 AZ 疫苗。泰国原本宣布暂停注 AZ 疫苗，不过后来政策向改变，16会开始注。总理帕拉育嘛带领内阁的成员带头注大声，加做全国头一个注 AZ 疫苗的人。其他已经讲会继续注 AZ 疫苗的国家有韩国、澳洲、加拿大、甲乌克兰等等。韩国青瓦代表示，总统文在寅因翁仔某会伫2、3注 AZ 疫苗，希望会当解决民众对疫苗的疑虑。
因为美国当地的苹果 AZ 疫苗敢有安全甲效果，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可能伫4月份批准紧急授权使用。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咱台湾正式要开始注 AZ 疫苗啊，不过伫咧欧洲的国家上铺有13个，是因为民众注了这个疫苗了后出现血管塌掉的问题，因而宣布暂停使用。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强调讲 ，AZ 疫苗是安全的，头一批大约有600名的医护人员愿意注大生。卫福部的调集人李炳英也强调讲，照国际个案来看，拢证明讲血管会塌甲疫苗无直接的关系。新冠牛顶 AZ 疫苗伫欧洲开始治疗后，小连续传出技术造成血角的事件，挪威也阁出现医护人员闹出血死亡的案例。目前欧洲至少有13个国家宣布暂缓注 AZ 疫苗，东南亚的印尼、中国嘛宣布在咧冻点注 AZ 疫苗。针对这点，台湾专家认为讲，可能要等第三方有公信力的机构调查清楚，民众才会对注疫苗较有信心。整个事情还没有厘清之前呢，民众会有点担心哦。那你现在即使是推这个政策，也会遇到阻力啦。我们等一个有公信力的机构做出一份调查报告，再来决定这个疫苗该怎么处理，是继续推呢，还是暂缓？台湾采购的头一批11,700剂的 AZ 疫苗，嘛伫要开始注。国界关心台湾敢会较慢才来注。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疫苗是安全的，注的时程未受到影响。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接种组调集人李炳英亲身出来说明。为目前国际上出现血角的个案来看，这个数量是比预估的较低，显示血角甲疫苗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打疫苗的人，他发生那个深部静脉栓塞的发生率并没有高于没有打疫苗的人。我们调查出来大概有第一波大概6万人，大概6万人要打。那第一线人员大概43%，然后第二线人员大概是28%，那整体大概32%多，接近33%。陈时中强调讲，目前拢伫咧收集疫苗相关的资料。等3月17食药署检验完成了后，2天内会召开专家会议，就疫苗本身甲国际整体的情形来做检讨，了后会阁甲大家报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全台湾拢当咧欠水，中部地区可能会变作是用5天停2天的限水措施。下晡水利署长也讲，扩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2礼拜就会开一届会，随时来检讨。另外，面对着气候变迁的问题，经济部也要投入1600亿进行水资源的建设，按算对2031年过后，单年就当增加11吨的水用。全台湾水情有警报，尤其是中南部面临欠水问题。经过水利署的调查，主要水库集水区为2018年6月开始到今年2月底，平均降雨量创历史新低纪录，规个是减少1000毫米。石门水库有效蓄水率较无4成高，燕河山水库、宝智水库剩1成，中部地区更较惨，主要水库平均1成左右，其中德基水库甚至较无1成，南部的闸门水库也较无2成，面临欠水的危机。我们会在下一次的旱灾中央应变中心的会议里面，就短期的预报，还有未来长期3个月的预报里面，再来做综合的判断。对于中部地区是毋是要启动强5停2限水措施，水利署长罗建信唔敢到话讲定，强调讲旱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会密切关心水情。不过为了改善水资源欠缺的问题，水利署已经开始广办稳定供水的水资源建设。包括着兴建人工湖、海淡厂，一家自来水管线的汰换，加强水库清刷的作业，会投入1600亿，预定10年后，当年会增加11吨的水，相当是全台湾3个月用水量。依照这个开源节流、调度备源这4大策略，提升枯水期的一个供水的安全，从水源头一直到供水端。那我们的水库可以透过逐步的更新改善计划，维持库容的工作，我们会加大力度来实施。若是民众党提出用水量50度以上调灌水价这个议题，罗建信是讲，因为牵涉到的层面真宽，会甲用水费做伙来评估，前提是莫影响到民生用水。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肚山的9号公墓15下晡发生火烧山的意外，虽然暗时10点多有甲火拍互花，不过16又搁倒起来了，一直到中昼才全部拍花。也因为讲中部地区当日欠水，这场火灾消防人员要拍水，甚至甲附近的饭店借水来拍火。已经控制火又搁倒起来，消防人员持续舀水线来拍火，因为导火点拢是真好烧的杂草啊。火真紧导向清新温泉饭店，也甲成功岭的弹药库营区这个方向烧炭。
为15下晡的火烧山到半暝10点外才将火控制。好佳在是无烧到这两个设施，只不过16早起，原本已经拍花起火，竟然又搁倒起来。清新温泉饭店的蓄水池也有委请军方这边提供他们内部他们自己也有军方的消防车。我们其实除了运用水源以外，我们如果人员可以到达的地方，我们会使用打火把或者是背负式的这个喷雾器进行就是火势的扑灭。台中市消防队指出，拢总3遍导火，估计烧炭的面积已经4公顷，因为导火点真侪位，也有可能甲清明扫墓用火无细致有关。生态专家是指出，当年的火烧山原来会冲击到生态的平衡。那这个火烧的情形呢，会引起呢包括空污的问题，那也让我们的森林的演替产生困难，让森林没办法恢复。因为呢，现在目前火烧主要还是以大树的草，这些草在干季的时候干掉所累积的一个大量的燃料。因为今年骤断湾影响，原来火炭甲真紧。台中市消防局除了动用2位消防栓的水源，原来用清新温泉饭店的土地用水，也甲成功岭营区的水源。大肚山因为瓦近市区，这个水源相对较有够。好佳在这2天风无真透，16中昼已经顺利将大肚山的火烧山拍花。记者综合报道。所要看这站，游园是一站交通意外。今仔日伫台北市的文山区发生一站公车撞死人意外，是一个80岁阿嬷伫咧过车路的时阵，去互公车撞到，而且是规个人倒入去公车底，送到病院也是救无回来。目前这位公车司机也依照过失致死罪移送地检署侦办。一个阿嬷举雨伞过路，想要到这行到斑马线中，倒边向向出现一台公车无打档啊，直接将伊弄倒，加入车底，有的人头部重创，当场无喘气。然后行人头部受创，然后经送万芳医院急救后无效死亡。车祸意外发生在台北市文山区，当时肇事公车要为兴隆路3段倒来向万丰路，警方透过监视器画面，初步推测，有人要过路的时阵，车红灯转红灯驾驶也好亲像无注意到，啊，毋过确实的原因，爱等交通大队鉴定。这驾驶伫讯问了后，会以过失致死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老太太是有闯红灯啊，他们也没有太苛责我们，但是在行川线上发生肇事，我们那个公车难逃责任，我们还是会赔偿那个老太太的家属，我们还是会负起责任。另外，敢若是去年台北市公车抢过人行道，事故都有17件，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今年1月到即马，也发生14件交通死亡事故，造成6人、10人死亡，其中年岁较大超过8成。行人的话，本身要注意你的前后左右有没有可能有其他车辆，开车的驾驶人要特别注意，刚好在你的视野死角，或者是从你没有看到的角度走出来。道安会强调，过路要遵守交通护持，行伫斑马线顶悬专心过路，唔通背手机啊，驾驶等越视线较有视角，双方加1分注意，保障用路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台南有一个姓赖的查甫人涉嫌用游戏的点数，或者是游戏的宝物，甲学生囡仔成过来，强迫即寡学生囡仔就要翕一寡赤身裸体相片甲影片。经过调查，大约有30外囡仔受到嫌犯的强迫。今下晡，台南地方法院也宣判这个姓赖嫌犯判伊10年有期徒刑。去年台南警方查到锁定画面中这姓赖查甫人，所以手机当中发现30外囡仔的本雅相片甲影片。原来伊涉嫌用送游戏点数甲宝物为理由，诱骗囡仔翕相录影。台南地院16下晡以违反离校刑罚社防治条例定罪，判伊10年有期徒刑。犯后虽坦诚大部分犯行，但是没有跟被害人和解或赔偿。在考量他的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生活状况，分别量处7年2月共4罪，3年2月共7罪，有期徒刑3年7月、1年7月，并定应执行行为有期徒刑10年。法官认为，伊对被害者身心健康危害真大，一审判刑10年，专案也归营上诉。照片传给别人可能的后果，看到别人的一些猥亵或者私处照片，然后帮忙传出去，这里面所牵涉到的问题，通常学校不太在教。因为我们的学校整个被升学主义所绑架。案件中，不少被害者拢被威胁翕本雅相片。人本基金会呼吁学校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内心是希望防治儿童性剥削的所谓专法赶紧通过。
尽快设立防治儿童性剥削的数位专法，让警政单位可以有更多的权利，更主动积极的去侦办这样子的案件。立宪正规专法通过了后，警方会直接回收碰假相片，避免一直转传。虽然网络诈骗一直翻新，家长应教育囡仔，拄到对方有奇怪要求，爱保持警觉，甚至应用爱报告老师、爸母这代志这话来惊走对方。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军机是直接来扰乱咱台湾，甚至在今仔日佫出现飞上界价只有1500公尺悬的记录。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定表示讲，无排除中国军机是要收集证据，甚至也有可能是配合中国唱水艦的训练，也佫扰乱台湾，这3种拢有可能。另外，也有风声讲中国派出无人机要来收集情报。国防部干讲，台海目前一切拢是正常的。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15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共军一直对咱施加压力，16早起又搁出动军机侵入咱西南空域。但你讲的是，这届飞行高度敢若1500公尺，是今年飞上低，引起外界的猜测。到底因展开倒一寡计划？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定分析，有可能侦查水下潜水艦，也佮配合着因家己的训练任务，以及侵扰台海这3种的可能。他在这边做战场经营嘛，他不对其他的国家可以做潜舰的侦控，对自己的潜舰，他可以作为猎杀的这种模拟的演练，他换成一举两得。张延定强调，共军扰台离台湾有偌远，才是主要的威胁因素。有军事迷讲，中共15突然派出新型无人侦察机无侦测进入咱防空识别区，无侦测会当飞伫1万公尺以上的天顶，长时间滞留，侦查的范围真宽。共军即马将无人机投入台海，张延定讲，国军必须要全部检讨，也建议组织无人机来进行反制。无人机没有飞行的安全，因为它是没有人，造成一些飞行上的飞安的顾虑，不会有人员的损失。所以我认为无人机的超前部署我们要妥善运用，看看可不可以早点列入我们的作战序列，到西南空域去站岗，去在那边做监控。这些航空器的来源资料从哪边来，我们目前是一无所悉，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对您做一个说明。国军计划潜水艦国造去年底开工，2024年完工落水。即马传出好消息，潜水艦所需要的舰导系统整合、数位式升立系统，也加辅助装备系统，即个红区的装备，拢得到美国输出许可。国防部长邱国正证实这件代志，是不是代表台美关系愈来愈好？邱国正是讲，国军无做政治含义的解读。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这个体重伤过重，伊是一种病，唔但行动无方便，甚至佫会害死家己。伫咧这个月初，新北市有一位230公斤的妇人人，因为伊无爽快，无法度喘气，想要去看医生，却因为伤对大哭，惊无法，就爱出动消防人员来甲伊斗3工，前前后后是开3点钟，才对5楼甲伊扛落来，送到病院去治疗。消防局出动8名消防员甲救护员，将这妇人人用毯包好，佮将伊为公府5楼细致甲扛落来。因为这50多岁姓黄的越南籍配偶，体重将近230公斤，完全无法度行路，就医困难。今年3月初，出来的人发现伊意识无清楚，费用降低，医护甲消防人员用3点钟就将伊顺利送医。最困难的应该就是搬运，因为老旧公寓通常它的结构跟楼梯都比较狭窄，所以我们搬运的过程是非常辛苦、非常艰难。他家里是没有氧气的设备，那当下血氧就79的状况，大概可能撑不了多久，可能会在家里出呼吸衰竭而死亡。负责救援的卫福部台北病院表示，姓黄的妇人人是国家医疗介绍个案之一，寄来台湾10年，原本体重只有40几公斤，后来技术因为精神甲内分泌问题，互体重慢慢增加，规工坐伫房间食饭、洗身躯、变身，这日常生活拢爱出来的人协助照顾。身形可能会有就医上的困难，所以我们就是联络了医院这边的居家医疗的医师去做家访，那也安排我们社区的志工去定期的做一个关怀跟访视。这妇人人目前也在家护病房插管抢救当中，因为伊较大颗，有部分检查较歹做，比如电脑断层、电工检查等。爱等个案病情稳定了后，佮安排减重甲其他治疗方式。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台北的市立动物园，真个有动物逃走出去啊！这回是一只红狗，这只狗是趁保育人员无甲门关好势时阵啊，偷偷走出去。目前动物园也正在找找红狗的下落。台北市立动物园又搁发生动物脱逃事件。15早起11:05，非洲动物园区的红狗港南道，趁保育员赶另外一只东坡的时阵，撒开无关严的闸门逃窜出去，往树林的方向逃走。园方是讲，目前持续调派人力为无共方向大规模敲山，也设置有捕人啊、加红外线的翕相机，希望会当吸引南道家己转来。今天的1:17分，我们园区就有同仁在还原道路上靠近往猫缆园内站的那个边上，就有目击到南道，希望利用他很喜欢吃的食物，能够诱捕笼把它找回来。脱逃去的红狗南道市立动物园出世已经8岁7个月。红狗是规定大日行性动物，主要伫地面活动，真高爬树啊，属有灵长类动物中搬耍也加走上紧的物种。因为去年才发生腊里加石虎脱逃，佮加上这个红狗半年来已经3件，是毋是防范不力？动物园方面表示，这个明显是人为疏失，免不了爱处罚。其实初步的评估是因为疏忽嘛，那疏忽大概惩处是躲不掉的。新进同仁，那在这个释放动物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我们的确是园方要检讨，而且要去补强的部分了。面对一直发生动物脱逃事件，动物园方面表示已经有检讨，未来原来会强化在职训练。因过目前希望会当先将南道找到转来。红狗个性是温和，对民众甲环境无立刻危害，请社会大众也免紧张。若做民众发现南道的踪影，爱立刻通报台北市立动物园，唔通家己为难。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仁爱乡的亲爱国小，对这个月初8开始就无水通好用啊。校方是赶紧调度自来水车送水来解决灶卡要煮营养午餐的问题。亲爱部落的民众也讲，虽然因遐是落水客水头，不过却是拢无水通好用，也希望政府就要重视水资源分配问题。上湾厕所，小朋友养一卡水冲马桶。这个所在是南投仁爱乡亲爱国小，因为天公无落雨，冲便所洗手拢爱省水。几次？一次就可以了。好。错，不然大便了。来看供应学校水源的水塔，内底差不多空啊，拢无水。学生囡仔上课品质嘛怕减，根本就也没办法提供学校的一个水源这样子，所以我们已经开始非常的担心了。校方面赶紧请自来水公司调度水车上山，不过嘛，刚来一旦供应2礼拜都帮用水。在上礼拜5的时候就发现部落的净水已经没有进来了。那我们这自来水车总共跟他申请了8吨水，那主要是用在我们的厨房要煮饭用的。南投县仁爱乡亲爱国小，师生拢总120个，无水通用。小朋友上课爱准备饮用水，饭食煞，便当阿爸妈袂当洗。现在缺水就变成先在学校吃饭，然后用卫生纸擦，然后带回去洗。喝的水带矿泉水来去。对。家长是讲，亲爱国小的水源，第一是用山泉水，过来就是部落社区供应水源。即马做段换，伫落水溪水头水源地的亲爱部落，却是无水通用。太久没有下雨，导致那个水源头的水量变少，所以我们现在改成晚上蓄水1个小时，然后早上就不开放水。有水源的地方，既然没有水可以用，我想说这可能就是整体设计上的问题。居民是讲，若这个无落雨，唔国小，规个部落的农业生产往来出问题。即届无水通用，希望中央甲地方政府会当重视水资源分配问题，来彻底解决城乡用水的差别。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美国甲日本2+2会谈16伫日本举办，双方的大官员伫会议当中，除了加强同盟关系以外，也讲到要对抗中国甲北韩。另外，美国甲日本也拢有共识，要来维持台海安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5到日本，16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参加美日双方2+2国防部长甲外交部长的会谈。这是美国拜登政权内的部长级官员第一摆做海外访问，望因加强美日同盟关系。I'm pleased to be in Japan on my first international trip as Secretary of Defense. The U.S.-Japan alliance is strong, and I look forward to charting a path towards continued success in the future.
会谈中同意加强两国伫太空网络等新领域的资安防卫合作，针对北韩绑票日本人问题共同努力。高讲到中国伫东海、南海各种行动甲区域形势，提出美日两国应该致力伫增强合作，甲因应中国具体计划。双方也对维持台海和平安定的重要性有共同的共识，表示继续关注中国的动态。And China uses coercion and aggression to systematically erode autonomy in Hong Kong, undercut democracy in Taiwan, abuse human rights in Xinjiang and Tibet, and assert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at violate international law. 根据韩联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也伫美韩两国联合军演了后，探美国国务卿甲国防部长访问日韩两国时，发出声明批评美国，伊表示北韩无承认拜登总统的就任，针对拜登对北韩政策提出警告，要求美国若是要伫未来4年安稳执政，就要改变对北韩的敌对政策。公司新闻陈世同编译。伫咧14这天是缅甸军事政变以来上届粗残的一天，军方大规模镇压民众，上报有74个人死亡。中国也对外表示讲，无要干涉缅甸的内政，这引起缅甸民众的不满，认为中国是伫咧挺军政府，甚至有伫咧幕后伫甲因斗3天。自安尼先开始，民众就去破坏中国投资的工厂，甚至是放火烧工厂。大火一直为工厂内底闻出来。警消接到通报了后，到现场想要甲火炮花。伫缅甸第一大城广的莱达亚工业区，一间中国出钱的生意厂，去予示威者破坏。我们希望缅甸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从缅甸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解决矛盾分歧。反军政府的示威是愈来愈严重，当地出现白铁花人的情形，主要是伫联合国安理会，中共以反对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为理由，拒绝联合国发表共同声明，谴责甲制裁缅甸军政府。这个行动伫示威者看来是咧替缅甸的军方扛桥，因为安尼国内出现一波反中国的声音，想要到嘛有袂少台商索用牵连着。台湾外交部呼吁台商应该爱挂台湾的国旗来保护家己。14是缅甸2月7日政变以来上届粗残的一天，因为缅甸军政府宣布，仰光6个区开始实施戒严，增加镇压的力头，而且伫咧工业区甲示威者开枪。根据缅甸政治犯援助协会统计，迄天镇压的行动至少造成74个人死亡。为军方武力镇压以来，累计已经造成超过120个人死亡。Their main strategy, they are not going to retreat. The military, they never do. And they're coming down very hard on the public, And they had made a miscalculation. They had underestimated the strength of the opposition to the coup. 半岛电视台指出，15缅甸军政府搁一届大规模甲网络切断，互手机也无网络的信号，想要阻挡民众透过网络组织抗争的行动。不过，这届搁甲对外的通讯切互断，嘛，互缅甸人民的处境是更加困难。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教廷的教义部15表示讲，同性婚姻的结合虽然有正面的身份，不过天主教会是无权利去祝福这款的结合，是因为神袂使祝福罪恶。教义部表示讲，教宗彭济各已经批准这项采示，不过性别平等团体却是认为讲，这款的言论等于是咧偏向同性之间的爱情。教廷教义部有强大权力，负责维护天主教教义完整性。教义部15针对教会深受权利和同性结合祝福这个问题做出正式回应，答案是否定。这份由教育部长签署的回复指出，同性结合虽然有正面成分，不过天主教会无权利祝福这类的结合，因为神无可能祝福罪恶。LGBT 团体对这个回答表示失望。Saying that same-sex relationships are intrinsically evil, which i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r now sinful, is such a degradation of the love and commitment and faithfulness that millions of same-sex couples show for each other. 美国总统拜登是透过发言表示，会继续支持同婚的立场。He continues to believe and support same-sex unions, as you know, and he's long had that position.
这份声明受保守派欢迎，不过说予 LGBT 天主教徒感觉失望。不过教授伦理学的博士认为，这份声明实际上是向前行出一大步，因为教会对同志表达欢迎甲祝福。This new document is really an expression of warmth and of welcoming to all people, and especially to those peopl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to be part of the LGBTQ community. In fact, Pope Francis, the document quotes Pope Francis saying that God loves everyone and takes them as you are, but he doesn't leave you as you are. And this document is about blessings. And it's that the church can't bless these unions because the church considers marriage to be sacred, and these unions are not comparable to marriage. 事实上，教宗方济各为长年以来就对 LGBT 族群展现宽容态度。去年10月发行的一部纪录片当中，方济各也表达对法律保障同性民事结合的支持。不过事后校定认为，教宗的发言让人修改真济，而且影片当中加调伊讲反对同婚的内容。公视新闻郑伟仁编译。昨有一天立委去考察团园大潭的海草礁，却引起争议。有民进党的立委质疑讲，因无法度理解讲，这一群人是用保护做理由，说是一群人去打海草礁。国民党立委说是提出总统蔡英文也捌徛伫海草礁顶头的相片，引起双方的对射。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讲，若准有遵守规定，是会当入去参观的。戴安全帽啊，穿反光架，真侪立委15到桃园考察海草礁，想要到煞引起打海草礁的论战。民进党立委郑文平伫面册讲到，无法度理解以保护为名，打入去海草礁是什么意思？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也抛相片反击，总统蔡英文伫2013年也打伫海草礁顶悬。几百个人踩进去，我是有点意外啦，但是我不知道藻礁能不能踩，竟然不专心的做实际的考察，只在专心的想说哪一个人找看其他同学有没有谁犯了错，觉得他应该算是民进党的猪队友。到底海草礁是不是引路？行政院长苏清昌受访时，爱大家尊重专业。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讲，这所在原本就一寡规范，互外界入去参观，当地渔民也会去钓鱼，并无讲袂当入去。这个很专业的事，我刚才特别说，大家尊重专业。以现在的规范是可以进去的，是可以进去的。昨天只是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专人代理或者是不要有一些额外的东西。其实海草礁是有真侪酸蚵虫骨头，伫数百年到数万年成长过程中形成的酸蚵礁。海草礁是无杂酸蚵海草类死亡钙化了后，沉伫累积堡形成的食物造礁。伊累积速度真慢，每10年才会增高1公分。要形成桃园海草礁的规模，要7000年的时间。另外，海草礁上惊是出来去解盘、去解剖。你不要去刮除它表面，你踩上去的话，明年它还是可以长上来，长还是都可以。可是你若是把它刮除，那它上面的孢子囊明年就不会长。很多人都会用踩到它就是会伤害它，没有错。我认为多少都有，但是藻礁不是这么经不起踩的。潘忠正表示，大海边先民自古以来就入海草礁彼此依存，了解了后，才会真正关怀伊，然后产生具体行动。这是曾古德所讲的有行动，咱的生命才有希望。也批评政府开发案，较袂着到数百数十公顷的破坏，这是对海草礁真正伤害。记者综合报道。那是海草礁的议题，连核试抢的公投也会伫8月做伙来进行。新北市长侯友宜也问讲，新北市的核废料搁爱放偌久咧？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讲，面对能源的问题，袂当看短期，就要整体去考虑。侯友宜也质疑讲，中央一直无要处理核废料的问题。抢救海草礁公投第2阶段连续交付中山回审期，预料公投会成案。经济部一直表示，无去第3天然气接收站恐惊欠电，加上中溪核试公投也要伫8月开始，能源议题差别煞。新北市已经3座核电厂，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关心核废料要搁放伫新北市偌久。苏贞昌伫立法院表示，核能问题政府甲人民共同面对。现在全台湾没有一个地方愿意收容核废料。这也是侯友宜头痛的地方，也是政府要一起来面对，也是国人在思考所谓重启核四，就要同时注意到
核废料要怎么处理？每个人都在讲啊，中央为什么不赶快把核废料处理啊？所以中央一直不把核废料处理，市民一直在反映，我也一直在讲，都没有一个结果。当然我很头痛啊。侯友宜质疑中央迟迟无要处理核废料问题，新北市民当然感觉委屈。国民党立委认为，确实将三接备案刷到台北港，也是做宽屏定时真长，恐惊影响未来用电，也免将能源风险拢放伫新北。我相信新北市的民意代表也不会赞成吧，毕竟把所有的风险都放在新北市，这个没有道理的。国民党不要核废料，却要核实，这个逻辑上就会有矛盾。另外，立委呼吁海草搭毋是经济甲环境的选择，爱理性看待政府的蒸汽减煤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转做东风，也有天气稳定的影响，台湾西部刷落来会较无风，地苏北空气吹袂线，云嘉南地区的空气品质监测也拢捌超过标准，出现红点甲。伫桃园、新竹、中部、甲高雄、屏东地区是感觉式的顶区，而且中南部的空气就伫咧歹啊，煞伫咧台中、甲高雄也拢发生火烧线意外。远远看101甲市区是规片茫茫，受到环境的风场也是偏东风的影响，环保署的空气品质预报显示，为16到19，台湾西半部差不多拢是感觉式的警示，云林、嘉义、台南地区甚至是出现红色警示的灯号。偏东风的情形会造成在中央山脉的一个背风侧，就是在我们的西部的这些县市是在背风面，几乎是呈现是无风或者是微风的这种情形，那扩散条件不良。因为扩散条件歹，和污染物无法度散去，地区空气真歹，而且佫真无拄好。这几天高雄甲台中等等的所在，还佫发生几啊件火烧线的意外。16中昼，海军陆战队伫咧高雄寿山园区迄卡兜，还佫传出草埔仔盗火，因为风头，地区火炭烧开，消防人员出动侪人力来拍火，一直到下晡3点火才拍化。不过盗火的原因敢是甲国军有关系，还佫要调查。差不多12点40左右，嘣！一声是从那边出来的啦。越进去的时候，那个烟雾整个味道就已经开始，一开始是淡淡味道，但后来就感觉越来越重。上午确实有打靶，但是我要跟你重申，就是起火原因我们配合调查。屏东慢慢一个废木材火烧场，13半暝嘛发生火灾，消防员用7点钟才把火势控制落来。想袂到这2天煞开始翕烧，家己佫倒起来。地处隔壁的潮州，连续几啊天拢闻到臭火大味。阮新妇嘛咧讲，阮昨暝拢附近的拢困袂住，讲拢窗户拢关起来，目睭嘛咧安尼像咧盖袂爽快安尼。晚上的时间味道特别的重，尤其是昨天晚上大概约莫7点的时候，那个就是有烧焦味就有出来了。这个臭味，和潮州的民众是强要挡袂掉。屏东消防队拍拼拍火，中昼还佫派怪手来现场斗处理，都希望这个臭火大味会当赶紧散去，和民众有一个好的空气品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工厂管理辅导法，伫去年3月20公告施行，到今已经要满1年了。环保团体今仔日伫行政院外口召开记者会，认为政府根本无要甲全面列管随报随贴做甲到，故在违法的工厂直起，毋若造成污染，嘛有安全的记录。2019年10月，台中大雅一间违法铁铸工厂发生火灾。造成2名消防人员过身去。这种违法铁铸工厂唔但会造成安全问题，违法气体农地顶悬，嘛有污染的记录。3月16日，环保团体伫行政院门口开记者会，因指出工厂管理辅导法实行连绵要1年外，但是当初政府讲要全面列管，随报随贴的承诺，执行起来煞无讲解积极。那经济部自己的资料，甚至说依公服法拆除的只有4间。1年只拆除4间，这个效率是何等的低落。他们定了可以让各县市政府去定自己的检举奖励办法，让全国的民众都可以一起来监督农地上的违规利用。但现在1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县市政府颁定自己的检举奖励办法。环保团体认为，政府对农地违法工厂的定义真有问题。因指出，农地上的建筑只要不是农业的使用，就应该拆除，若无就有污染的记录。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嘛指出，这种铁铸工厂对消防人员来讲是上危险的。这个金属公司也不是工厂，你看旁边有货车骑在旁边，这个装废水的都有毒的金属制造厂怎么不是工厂？第一线面对救灾的消防人员来讲，工厂绝对是最危险的。
更何况是这种随时大概1个月就可以长出来的铁皮工厂。经济部中部办公室表示，判定是毋是工厂，是爱看建筑内底敢有加工行为等等，有真侪破断定数。地方政府也会主动去检查水电量无正常的铁厝，是一直拢有咧处理这个问题。款团要求处理农地违规建筑，袂使干那靠一个部会，也是地方政府。因点名行政院应该爱出面，结合下部会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行政院回应会加速违规调查甲处理的时间，也会加强协助地方政府执行相关业务。记者郭碧君、张随台北报道。劳工团体推杀骨肉党的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保护法，行政院的草案10月底要伫议会通过，目标是伫立法院的这个会期完成三读。台湾民众党团是对立法表达支持，不过因今仔日也提出家己版本，因是希望讲伤亡的支付率爱100%，劳工的职业灾害照护嘛就爱给付。前几天在县剧团的团长黄明安伫演出期间雄雄过身，立委赖香林强调，这嘛算是职业灾害事件。针对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甲保护法草案，最近可能伫行政院会来通过，刷落来会伫立法院来审查。民众党团嘛提出版本。现有的机制呢，是第一年给你7成的薪资补贴，第2年给你5成哈，所以加起来呢，大概是6成。那我们是认为说，整个职灾给付里面，如果造成我在住院休养无法工作期间的工资替代，应该要100%。民众党认为，即卖职灾支付保费虽然是头家纳，但是若出代志，职灾保险的支付，敢若5至7成，另外有3成名义上爱头家出，说延伸出。调解个数等等的问题，因认为单独立法后的职灾保险基金的支付应该提悬到100%。阁有针对小型公司、风请短期的劳工，只要有工作的事实，就爱全面纳保，投保的门路爱搁较利便等等，希望互一寡艺术工作者，阁有8大行业的劳工，拢有保障。艺文工作者啦，就是平均29%。都没有职业灾害相关的保险，例如行为艺术、视觉艺术创作，还有表演艺术创作，更有超过1半的这个领域的工作者，他是根本没有劳工保险。针对民众党团提案的职灾保险法的版本，民进党团干事长刘世峰是表示，伊认为职灾保险的基金的支付率可能嘛就爱分级较适当，不过到底倒一个版本较适合？等待送入来立法院来审查，拢会使搁再讨论。记者陈雅文、林玉凯台北报道。花莲县政府为着要解决畜牧业动物排泄物的问题，特别伫旧历成立一个全国头一间新职能源中心的示范场域，甲动物的排泄物回收，搁再用这个沼气来发电，达到循环的经济。这是花莲玉里的三民养殖区，县府伫遮成立全国头一间示范型的生殖能源中心，拢总有8间畜牧业的业者，甲收集好势的牛甲猪的排泄物载来遮，经过制作了后，摕去阴残，安尼毋但是有机的，嘛减少肥料的开销。他们在做处理的时候，他们的技术各方面会比我们的更成熟，然后效率也更好。本的话，就是我们不用去考虑到那个废水啊，然后环境污染啊。另外，制作的过程产生的沼气，一年会当生产876000度的电，等于是250户家庭用电量，嘛会当减少排放3000吨的二氧化碳。减碳的效益是7.7个大安森林公园。不过，这间生殖能源中心去年咧起的时阵，捌发生气爆，嘛，互大家烦恼讲，这畜牧业者敢会真正甲回收排泄物的工作，还有安全做好。不知道业者会不会把所有的废水，就是利用车子运送到那边，因为可能怕他们会便宜行事，因为那个一定要有成本嘛。你收集这些废水或者是沼渣沼液，其实对这个发电厂本身是有一定的需求的，所以不太可能是把它排废掉。好。环保局强调讲，稽查人员会不时去抽检畜牧场排放的源头。另外，县府嘛会伫水水乡结晶牧场起第2间的生殖能源中心，目前第1间是开8500万，49%由环保署补助，按算6月开始营运。记者综合报道。
新竹县五味湖的水湖啊，是过去碳甲真严重，去年雨水较少，碳的速度变甲真紧，强要种满规的湖边。虽然讲对去年开始，政府是有增加程度的经费，不过依然是赶袂赴水湖啊生碳的速度。伫远处看过去，一大片水湖啊，就要占满规个湖面。未输来到草埔新竹县观光景点峨眉湖，原底水湖啊生碳的问题就真严重。最近雨水伤过少，水湖的碳的速度比过去更较紧。每年都这样啊，放水就流走了啊，没有放水就这样啊，一直做，一生一直做啊。陆陆是有清，但是效果没什么效果了，没什么效果，它长的速度太快了。新竹县峨眉湖嘛是大埔水库，主要是提供农田灌溉、产工业用水。即马规个拢去哦，水湖啊占满，就算定定派人去清理，嘛是赶袂赴惊人的碳生速度。一般是因为如果有台风，它就会泄洪，就会排掉不少的布袋莲。那去年到现在水情不好，都没台风了。对，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他们主管单位能够。来思考一下怎么解决。如果要给公所来解决那个费用哦，我看起码要1000万以上哦，才能够整治一些比较有成效的。峨眉湖是新竹县真有名的观光景点，不过对过去清理水湖啊，拢找无一劳永逸的办法。乡公所希望中央紧出面，到合作解决这个老问题。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有侪学生、公民团体甲民众参与，不过所有人发现讲，台湾人对国际情势理解较欠缺，就少年人制作线顶的节目讨论国际议题。调整相机，开人器材，准备好势，开始今仔日的讨论主题。等下我们想要讲什么新闻？这礼拜我想要讲缅甸，对不对？你也在看缅甸？对。两人自然亲像开讲，轻松的气氛，讲的内容是重大的国际新闻。凯莉甲Ken有伫外国读册经验。2014年太阳花运动的时，两人拢有去现场了解状况，但是因所发现，台湾的少年人其实无啥了解国际局势。因为那时候有很多那个小圈圈，对不对？大家在做不同的讲堂也好，或者是分享也好，然后就听他们讲一些事情，然后说啊，那你们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吗？发现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那说啊，那你们知道国外现在怎么看这件事情吗？大家也不是很了解。Ken 表示，伊伫中国读册的时阵，看到中国人拢开真侪时间来看各种资讯，就惊闹高起。颠倒是当时台湾的国际新闻内容较欠议题的探讨，因就开始翕底片、发宣传单，试各种办法，希望民众对国际新闻有兴趣。我们今天讲到一个什么国家，然后 Ken 就会想办法去比喻台湾哪一个城市有一点像这个国家，然后就要想办法去做这个连结。对。然后我觉得是讲久了以后，大家会觉得，好像我比较可以理解那个中东国家发生什么事，因为它可能就像我们的中永和，对，可能就像中永和的人口数，可是在那边然后被炸掉。他说：“哦 ，shit， 这很严重。” Podcast 节目制作到单，两个人为原本兼咧做变成主要工作，毛伫传统媒体做节目的凯莉，也点出这阵网络媒体会这么兴的原因。可是以网络来说，我们没有这个包袱。对我们来说，你讲出比较有争议的话，但只要是你真心的想法，然后就算是个人意见呢，是个人意见，然后就算被骂，然后被关心，反正也是我们自己，而且到最后也是我们自己个人承担呢。可是我觉得传统媒体可能就变成公司要承担，然后大家都很怕，那每个人都开始怕，以后就变得就不敢讲，那我们就挑保守安全的东西来讲。那安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行车记录器之类的。讲话就是这么直接，加上淡薄仔趣味，互因伫网络顶有一项始终的听众。凯莉甲Ken讲，做节目唔惊别人批评，有意见代表有人看，意见无同代表有讨论的空间。未来伊嘛要继续用家己上自然的方式，鼓励大家讲出想法，同齐讨论国际新闻。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有一位罗西亚的水上芭蕾舞者，伫台湾20多天啊，甲超过上百个身心障碍囡仔练水上芭蕾。伫咧去年，伊本地要用台湾名义去到东京表演，却因为疫情关系来取消。不过，因也是继续拍拼练舞，是相信讲起平卡是徛久的人个。
你很棒，很棒。茱莉亚老师伫咧画边带一寡有当事症、自闭症、身心障碍囡仔，先伫咧水内底练芭蕾舞的基本功夫。一般的囡仔嘛对因做伙练。喜欢后翻滚，觉得很心情很愉快。Sometimes it's tiring. And what is the most challenging part for you? Like when you do like that and that. 这个囡仔有对加拿大、法国、美國、英國和洛西亞來的，因無分你甲我，鬥陣合作，家長也真歡喜看到因的成長。Don't you like swimming? A little bit. 有一點。But for her, because she's shy, another aspect is getting her to become more social. 不少的錢愛當學到種好的課程，因嘛透過學習，較袂退化。主辦這陣身心障礙囡仔要伫咧去年東京藝術遊演節以台灣的名義參與國際競賽，不過因為疫情無法度出去，這陣茱莉亞老師有緣固定逐禮拜義務帶因練舞。The biggest achievement 是快樂的孩子。你今天看到了很多孩子笑，很多孩子有快樂的感覺。然後我覺得他們長大的時候，他們也會做好的事。對洛西亞來，今年45歲，茱莉亞佇台灣20多年，是中華民國水上芭蕾舞協會的創辦人，陪上百位特殊需求的囡仔練舞。伊講最終芭蕾美感就是團結合作。It's an instrument to unite different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different background, different abilities. It's a kind of platform that unites us. 这几档茱莉亚也伫咧台湾办身心障碍水上芭蕾舞的国际公开赛，邀请各国选手交流。未来也会继续推广，让水上芭蕾列做帕拉林匹克运动会的竞赛项目，望这寡行比别人较慢的囡仔，会当伫咧水中展现自信甲优雅，也和世界交朋友，行出更加畅快的路。记者阿敏金、曾派文台中报道。明仔天气时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天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30度，中部地区对19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20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6度。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暗新聞，我是嘉豪，咱馬仔同個時間再會。